我是乐乐，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嘿嘿嘿嘿。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面，住着一位神奇的动物医生，他可以听懂各种动物的语言，并且帮动物们解决疑难杂症。今天，医生又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？哦，医生，你看，我们捡了那么多垃圾，里面有便当盒、塑胶袋、吸管，还有免洗筷。大家是把海边当成自己的垃圾桶哦。小猪，辛苦啊！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来净滩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吧。哇，大海好美哦。对呀，大海是人类的宝藏，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哦。哎，医生，你看那边，好像有一只海豚哎，好难得哦。哎，真的耶！可是怎么会离岸边这么近啊？你在一起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们过去看一看。海豚，你怎么在岸边游来游去啊？是受伤了吗？在这边游泳很容易搁浅呢。你好，我叫大鼻。是这样的，在练习捕鱼的时候，我太认真追鱼，结果跟我的妈妈走散了。我不知道现在可以往哪边去。大鼻，你是卖紧张，冷静一下哦。医生啊，他怎么啦？他跟他的妈妈走散了。那怎么办？大鼻，没有关系，我相信你的家人们也正很努力的找你。你仔细听听看，有没有听到妈妈的声音？我只有听到海浪的声音呢。海豚可以听得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，它们有自己的回声定位系统。回声定位系统，这是什么啊？听起来很酷哎。海豚啊，可以发出跟接收声波，在水里还有在空气中都有很好的听力哦。靠着这个回声定位系统，可以判断距离有多远，障碍物在哪里，在迷路的时候还可以找到回家的方向。啊，我听到了，在那边。他找到了，太好了！谢谢医生，我要回去找我的伙伴了。谢谢你们，大鼻再见。哇，医生啊，大鼻他游得很快哎。你看，远方有一群海豚哎，应该是他的伙伴哦。太好了，他终于跟他的伙伴团聚了。你有没有听到？他们好像在唱歌哎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不是底。哎，医生啊，海底呀是什么意思啊？海底亚就是海豚啊，豚就是猪，猪的台语就是低。世界上有很多地方都会把海豚比喻成海里的猪哦。但是猪跟海豚又长得不像。不是因为它们长得像才这么说啦。海豚跟猪的内脏是很相似的，而且它们是哺乳类动物啊。原来是安呢，好有趣哦。你们看，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在大合唱哎？真的耶，那我也想要学这首歌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不是底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爱受水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洗了水。海底呀，爱耍，真趣味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不是底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爱受水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洗了水。海底呀，爱耍，真趣味。医生，那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啊？这首歌就是在说，海底亚其实不是猪哦，而是海豚的意思。海豚的身体是流线型的，非常漂亮，游泳起来啊也很有趣的样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们现在请乐乐来教我们这首歌的台语吧。
各位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开始喽！海豚、海迪亚、海迪亚、游泳、游水、游水、漂亮、水、水、有趣、趣味。趣味。各位小朋友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那我们一起再来跳一次吧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不是底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爱游水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洗了水。海底呀，爱耍，真趣味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不是底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爱游水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洗了水。海底呀，爱耍，真趣味。海底呀，不是底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爱游水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洗了水。海底呀，爱耍，真趣味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不是底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爱游水。海底呀，海底呀，洗了水。海底呀，爱耍，真趣味。乐乐有频道喽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。